总会大人啊，后摆我唔敢，其实你恁甲我点去？恁拄仔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人甲鬼是咩哪会使结合咧？你教唔只安尼对唔对？啊，你嘛带念讲，伫咱这个阴间的时阵，我常常带你去分泌的。啊，其实吼，我将阮查某孙仔要甲嫁出去，我是有我的用意啦。用意？有啥物用意？啊，你就知影啦吼，亲像我这个遮尔好的种类吼，哎哟，敢若剩这个祖孙仔尔，啊，即摆若无甲招一个翁吼，阮这种类会怎断正去？你知影？会怎失传呢啦？拜托的啦吼。就是嘛，不用啊。那我吼老家吼，伫咧这个阴间算是第一美人呢，外号叫做实在有影水。我的知名度，我想你嘛知影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袂见袂笑，咱个水爱互别人学咯，你拢家己直直推销你家己。阿公，你拢定来讲嘛，歹啦。啊，都有影咩？爱互人甲咱学咯，才是实在的水，知无？会对啦，莫安尼啦，总亏大人。其实吼，我这一遍吼，会急讲要将阮查某孙仔甲嫁出去吼，事实是因为伊阳间的时阵吼，有甲人谈恋爱啦，啊，就是爱情袂当结局，所以伊才会自杀，才会走去这个阴间来啦。你都爱达成互伊一个愿望啦，吼。爷爷，喂，你若甲讲到遐尼那无价值啦，咱老家我吼，就是要表示我爱情专一，毋才会自杀互伊看。对啊，我讲啊嘛是无毋对啊，你咧，啊，就是啊，就是。阮小姐自杀啦，我就安尼一直哭一直哭啊，啊哭到别世人哭了，今下毋才会脱水而死。你脱水而死，我甲你脱墙咧脱水。你这查某囡仔讲的话拢毋是话啦，你是做伊的查某囡仔，你袂见袂笑，看到伊死，你也对人自杀，怎啊对来？毋是啦，你我高正这个啦，拜托的啦，啊无吼，你互阮查某囝达成，不，毋是啦，阮查某孙仔啦达成这个愿望啦，吼，啊我这证明才会当传的，无安尼规气安尼啦，将伊的新主牌啊甲嫁出去就好啦，好。这。哎呀，爷爷啊！在。我看从此咱就毋要搁再求鬼哦。我看伊是冷血的动物，咱若搁咱来要求伊，伊嘛是同款袂饶恕我。过去咱优秀的人种，从此互伊绝，我就搁再死一摆互伊看。哎呀，查孙啊，你千万都不可啊！你爱知影讲，咱即摆已经死了做鬼啊，即摆做鬼来搁死一摆，我即摆开始我看看看。恁若真够欢喜哈！无影啦。好啦，若要嫁新主牌啊尔吼。唔好去伤害着凡间的人就好啊！袂，绝对敢若嫁新主牌，绝对袂去伤害着任何人啊！若无安尼，我先来走。放啥？阿公啊，咱欢喜无咱才成的，你看成功啊！搬了足成的，迄是我演技袂歹，但是演技袂歹无效啊！咱这款节目甲金钟奖无缘啦。我只要若嫁出去，管你什么金钟奖。300。来，求人签不胜卦，签下挂定。来，哎，卜卦论寿命，大家来，哎，那卜豆花栽豆腐，卜鱼啊栽豆腐啊，哎，若讲无亲无切，哎，卜中华栽心德。来，求人签不胜卦，卜一家栽一个啊，紧来。哎，无啊，你安是咧创啥？我安尼出去外口走一摊生理，啊，你踮咧内底细念无半人，你是咧念无送听？无啦，啊，就经营了网练习咧，哎，啊，若练好势吼，趁人钱才趁得着。你这落要趁人个钱，人个大家嘛讲吼，上一个就栽一家，后人迄个上一家才栽一个，啊，人啥要你看，转对针嘛无。哎，我卜豆腐就栽阿不拉个呢。喂，啊，恁小弟去倒？阮小弟哦，安尼啊，啊，就因为因女朋友去互伊来遐吵倒转去，一时抓狂啦，即摆出去外面来找女朋友。唉，这无路用卡笑吼，先讲袂听。安尼啊，你嘛莫怪阮小弟，啊，即个年纪吼，无娶某当然抓狂啊，啊，莫讲阮小弟啦，我嘛是不时吓甲庆缘。嘿哦，你若讲毋甲阮兄弟仔娶吼，有一天阮兄弟会招这来做伙相啦。袂啦，安啦。啊？昨昏一个老伙仔来遮拜托我替因查某孙仔找翁，真是嘞？嘿喏，我是咧打算讲吼，伊有讲要带咱遮互咱看吼，啊若看了袂歹吼，就安尼要甲收起家己用，然后要互你做某。安尼啊，我较无要紧啦，阮小弟较严重，你会先娶？帅用的安尼。
哪有讲大兄还袂传，让小弟先带？啊，你莫计较啦，我决定的代志哦，你较莫甲我插嘴咧。安尼也无要紧啦，阿兄让小弟这嘛是应该啊。啥物咧应该甲无应该？我甲你讲，哦，用暗地要带来咱兜吼，你紧去甲我找恁小弟倒转来，通仔来斗看、斗参考。安尼啊？嘿喏，好，安尼我来去。紧。希望讲吼，这个带来吼，安尼单纯搁水啦，安尼吼，我心腹都安那，唔免烦恼。你即摆过了好？虽然我即摆人伫个锁，但不过我规个心肝拢伫你身躯边，你知无？啊，是咧知使咩？啊？阿弟啊，你爱知呢？你即摆伫咧苏家呢？啊，苏公主对你遐尔好，有钱搁有势，啊，你唔去介意，偏偏去介意咧散车鬼。阿弟啊，你唔知影啦，迄阿君哦对我真好呢。好是有啥物路用？钱上重要啦。小公主，原来你是这，害我伫咧客厅找拢无恁。歹势。诶，红姑姑娘的面色敢若无通偌好，是有啥物代志是？无啦，无啥代志，因为我昨暗失眠，困了无好，面色真歹看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有影，今仔我有去报掉吼，拣几块布匹，想讲要送红姑姑娘。红姑姑娘啊，这布片哦，是阮少爷哦，伊安尼亲自哦去选的呢，袂歹看。红哥啊，这啥？红哥啊，唔赶紧人睡到啥？多谢苏公主。袂啦。来，红哥，摕，先入去休困。是。请坐。娘，水有我备。恁查某囝，你敢有甲抱讲？有啊，即马心情吼加偌好咧，住落遮也比较较习惯啦。对，完婚的日子你看好势袂？哦，当然看好势啊喏。我准备后个月16日要完婚。后个月16，做咧决定。来，祖孙啊，赶紧来洗一脸红看。哎呦，你看嘛咧，眼看好清楚，这个体格确实袂歹，顶身34，中裤26，下腰37，这偌水咧，有介意无？介意，水，哎呦，水甲会洗一连顿啊！爷爷，你有听到无？免你介绍，人若讲我实在有影水。家己学较袂臭臭。你老婆啊，还阁有看啦？你看人我嘛足水的对无？你看，这个 pose 是啥款？哎呦，那这个原来袂歹，你看卖咧，阮这个是顶身16，下腰34，啊那下盘拄啊45。那这款袂歹啦，你若要爱吼，阮这个隔离了后，这先煞对叫后买一送一。有影哦，好，这我拢会好。哎呦，这安尼哦，看到会生。啊对啦，我要甲你介绍哦，拄啊两个啦。啊这吼，这年家82啦吼，82。啊一个叫做张凤群，一个叫做张凤明，这个是大个啦吼。嘿，这张凤老是个高。算明群，因的82加起来拄16字啦。你就等看卖啊。啊，即摆这着搁6字无？啊免，哎呦，这水，唔免啦，好咧，这摆无事。对，啊我留一个住址互你，啊你即摆吼明仔载暗吼会记得，你照这个住址打，免费伫遮。啊你哪有这？有得人啊，免费伫啊吼，免费伫迄个所在，啊你才照迄个住址，明仔载暗才对我来。决定去，我会去带两个来了。好啦，为老婆，单叔拜托，谢谢。免拜托。行。好，回家。唔免坐火车啦，搁行倒啦，搁坐火车。是啦，爷爷，转
去国语叫做回家。好，好，好，行。行。嘿嘿。哎呦，唔捌看讲安尼水甲遮尔啊干有啦，这明明是缘分主该别来互我做新妇的啦。唉，讲我这个囡仔吼，叫伊去找因小弟啦，找甲人来伊也看无着啦，这明明是车牛咧落马有影的。阿娘，阿娘，小弟找无？恁小弟的代志免讲，来，这里我甲你讲一项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迄个老伙仔吼，带因查孙仔来吼，哎呦，迄是水甲会生一大连嘛吼。嘿，我吼打算讲决定吼，甲收起自己用啦。吼，迄个水互你做吼。哦。啊，人伊讲嘛，伊送伊了。吼。啊，送的迄个吼，迄个较歹啦，较无遐水，迄个才互恁小弟。真是了。嘿咯。我就知哦，我就知哦。我伫五角红办杀，咱五角人靠我无起啊！阿娘你嘛靠我无起，哎呦，我规气死互你看。